每日上午9点准时举行的台南防疫记者会，19日这场同款由市长王伟棣主持，与会市府一级首长有副市长赵清惠、卫生局长徐以玲、文化局长叶铁山、教育局长郑成辉、环保局长谢世杰以及警察局长方阳宁等主管陪同，宣布今日各局处的防疫政策。另外，最近在台南有查到一件利用确诊人数签到的不法案件，市长王伟棣对此严厉谴责。在赌博网站把这个染疫的确诊数，这个当作这个签赌的标的。那经过市警局的积极侦办，那已经目前在侦查中，我们是不会公开的，但是已经有这个找到这个有签赌的人，所以我们要呼吁市民朋友们还有国人也希望不要到这些赌博网站去签赌，签赌本身已经不是合法的，再去把这个确诊数，或是甚至于把其他的跟防疫相关的数字拿来当签赌的标的，不但违法，而且不道德。对于国人同胞在齐心抗疫的时候，把这个染疫的数字，或是跟防疫相关的数字，来当作签赌的标的，我觉得其实违法之外，更是国人所不耻。赌客进到这个网站来签赌，然后把它截图po在这个赖的群组，所以我们同时也要追究这个赌客有没有散布不实消息的这个犯罪嫌疑。我想刚刚市长讲得很清楚了这个犯罪已经不足取了如果再利用这一个疫情来扩大渲染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除了强力谴责之外，我们也会严格的来就办。台南市警察局再次呼吁，不孝人士千万唔通在新冠肺炎已经严峻时期，利用确诊人数的话题开设赌盘。警方也持续加强稽查，也鼓励民众爱踊跃检举这类不法的博缴行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